聖經係由舊約聖經同新約聖經匯編而成。舊約聖經同新約聖經中嘅約字，乃係指契約或誓約之意，亦就係神拯救世人嘅諾言，永遠不會改變。神拯救世人嘅承諾，緣起世人都犯咗罪，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代世人嘅罪而死，世人因而可獲救恩，得以贖罪，進而繼承天國。因此，基督徒深信，大約2000年以前出生嘅耶穌基督就係神嘅兒子，佢擔當起惡貫滿盈嘅世人嘅惡行，代替我哋死在十字架上，因而能永遠消除世人嘅罪。換言之，基督徒相信神所承諾嘅罪得赦免同得蒙永生嘅福音。呢個福音就係成本聖經嘅核心。基督誕生以前所記載嘅預言，世稱舊約聖經；基督誕生以後所記載嘅事實，即為新約聖經。舊約聖經所記載嘅係以猶太民族希伯來人為中心，約喺公元前1500年至前400年之間，由40餘位先知承先啟後咁寫成書卷，包括歷史書、律法書、預言書以及詩篇同格言等，合計39卷，記述有關基督同神及新天地嘅預言。至於新約聖經，乃係記述舊約聖經關於基督預言如何成為事實嘅過程，並輔導世人承受基督救恩，得以贖罪。主要嘅內容係由耶穌嘅眾門徒從公元30年至90年之間不間斷咁被默示記錄落嚟嘅，其中包括耶穌一生嘅4福音書及21封書信等，由27卷組合而成。猶太人稱舊約聖經為預言或律法，並僅承認舊約聖經為聖經或神的話。但基督徒深信舊約聖經同新約聖經均為神嘅話語及啟示。最主要嘅係要切記聖經上嘅話，千萬不可按照自己嘅意思去解釋。